场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着去绽放。在经过近半年的投标竞选，我们的聚美优品全年营销方案呢，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一举中标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我觉得这些事儿别人都没错。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我怎么错了？我是对我的角色，对这个戏负责任，怎么了？行，别嚷嚷。我就说再拍一条，怎么了？你别嚷嚷，这么多人呢。是你这场戏好看了，那也许跟整体的风格不搭呢。再说了，你让别的演员怎么想？我跟你说，何你根本就不在现场，你不懂怎么回事儿。我怎么跟你说呀？怎么不搭了？我刘一鸣演这么多年戏。你别跟我解释那么多。刘一鸣，我只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现在是在剧组，不是在学校排练场，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。张总，这位秦小姐找你。哟，稀客呀！来坐，请。秦小姐，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，30分钟之后。来坐。谢谢。呀，你这儿挺大呀，都赶上国家领导人了。你这张嘴呀，一贯的伶牙俐齿。说吧，这么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我有件事想求你，而且你必须帮我，不然我跟梦妮告状啊！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。这不是海州剧院招生了，我也报考了，而且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。我是想让你跟剧院领导打个招呼，这样我就有双保险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小海海我是指望不上了。我要不再加把劲儿的话，我们2个人只能离开海州了。而且我妈对我期望一直那么大，我也不想让她失望啊。秦明，这样啊，这件事情呢，不是我不帮忙，主要是我海州剧院真的没什么收入。这样吧。那我想办法帮你打听打听，打听打听就行。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行啊。行不行，就看你给不给我打听。那没问题。喂，哪位啊？你好，王叔，我是张建国的儿子张之恒，您的电话是我爸给我的。是张局的儿子啊。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王叔，今天我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考了海州剧院，想托我查一下成绩。啊，是吗？我们剧院今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考核小组，成绩都是他们打的。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秦兵，海州大学的。秦兵啊，知道啊，这个孩子不错。哎呀，可问题是我们院现在只有1个名额了，现在还有一个比秦兵更让大家看好的人选，也是海大的，叫孟妮。孟妮？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，都说要优先考虑孟妮。哎，不过志恒，这个秦兵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
不是王叔，真不是。要是的话，可一刀直说啊。志涵，凭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的友情，这个忙无论如何我要帮的。谢谢王叔，可真不是。其实梦妮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就是我不知道她也去考了。您就按院里的决定，觉得谁优秀就用谁，我就是帮着打听一下。那打扰您了，谢谢王叔。嗨，哪里，有事一定要说话啊。好，再见。喂，秦兵，是这样的，海州剧院那边人已经定好了，这次恐怕不行了。如果你今后还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找我，这次不好意思了。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件事想问您。啊，那好，你们去我办公室吧。不用了，我想知道我到底输给谁了。输？谁告诉说你输了？我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可是丁老师，我觉着我自己戏并不是很差。而且您辅导过我，您应该了解的。是我了解。怎么说呢？你和梦妮有最大的区别。丁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最后人选定的是梦妮，我没有她好，我永远都是她的陪衬。谢谢你。锦明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喂，你好，是梦妮吗？啊，是，我是梦妮。明天上午9点到海州剧院报道。真的吗？明天9点海州剧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谁打来的电话那么多？哎呀，我被海州剧院录取了。等等，妮妮啊，海州剧院是？你不说你毕业后要去北京的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，爸。等，哎，不去北京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等等，我马上跟你说。喂，冰冰。孟大小姐，您杀了人还要鞭尸，都骑在我脑顶上了，非要拉炮使是吗？你本事真够大的。冰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比我强，就这么一个可怜的机会，你就非要跟我抢吗？海州剧院是你待的地儿吗？冰冰，你也考试了？我真是不知道。梦妮，我跟你做了4年的同学，4年，你干嘛骗我呀？我们俩4年的好朋友，我就这么一个可怜的机会，你都跟我抢。身边所有的朋友、长辈都拿你跟我比。好，我认了。可是梦妮，你别忘了，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咱俩永远都别见了！哎，冰冰，把你们销售部这个月的统计数字发给我看一下，上次的那个绝对有问题。不要跟我绕圈圈啊！本周五把报告交给我。张总，张总。哎，蒙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莫小姐倒水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莫叔出事了？我爸没事，我有事儿。你是不是给海州剧院打电话了？是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今天秦斌过来让我帮他问下考团的事儿，我就给打了个电话。结果他们剧院领导说有个女孩叫梦妮，觉得跟我们出色一点。就说了这些？是啊。你就问这事儿啊？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哎，你真没说别的？没有啊。咱们俩不说好了吗？你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就要去北京发展的。爸，你说实话，你前段时间是不是特纠结？爸纠结？没有啊。你就别不承认了。你要是没有的话，干嘛喜怒无常的瞎活？又是不吃饭，又是翻积木，又是翻照片的。我有吗？是啊。爸，你不记得了？记得，爸记得，爸是逗你玩的。吓我一跳。爸，你也真是的。你说你要是舍不得我，你就直接跟我说嘛，跟我还绕圈子。知道爸纠结，所以就决定不去北京了。那之前在爸面前哭着喊着坚持的那些兴趣、事业、爱情，都不要了。好女儿，好女儿，你太敏感了。爸没有喜怒无常的不吃饭，实在是，爸前一阵子身体不舒服嘛，这。翻翻照片有什么关系呢？照片不就让人翻的吗？积木不就让人摆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爸承认好不好？爸是纠结了，爸是耍性子、耍脾气、不吃饭，所以不管爸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很吃惊的事情，爸请你统统给忘掉啊！因为爸现在彻底想通了。爸，妮妮啊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即使刘一鸣放弃你，不，即使他放弃你，你都不能放弃。你要到北京证明给他看。爸，你怎么突然？爸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所以爸要当个好爸爸。从小，爸把你拉拔长大，不就希望看到你将来幸福开心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吗？所以听爸的话。千万不能放弃，即便是有一天，爸老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不能动了，你只要把爸的生活安顿好就行了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北京一定要去，不能放弃，听到没有？爸，可是我舍不得。你舍不得爸呀？爸舍得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北京之后啊，爸就开心了，爸反而舒服，反而自由，爸可以安安生生的给自己找个后老伴，你就不能闹了。那可不行，你可得贿赂我，要不我还混呢。好。媳妇儿，想开点儿。我跟你说呀，
幸亏这回咱们没去成，要不还麻烦了呢。你看啊，我二舅妈的表哥把电视台都给咱联系好了，该送礼送了，该请的客也请了。咱突然要不去的话，他不得把我妈的皮给扒了呀？我妈还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？再说了，现在的话剧啊，就是自编自导自演，爱给我都不去。媳妇儿，咱就回老家当咱的电视台主持人。你知道21世纪最值钱的是什么吗？主持人呀！话剧演员算什么呀？演一辈子没几个人认识，一个月就挣那么几壶醋钱。找你呢。喂，冰冰，我在海州剧院等你，马上。哎，来进来。老师，冰冰来了。金冰，这次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应该是你和梦妮，但是准确的说呢，梦妮的成绩在你之上。可是刚才梦妮告诉我们说，她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是要去北京发展。但同时啊，她向我们推荐了你。是啊，我们让你来就想确认一下，除了海州剧院以外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？因为按照院里规定，禁乐3年是不能调动的，除非自己辞职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就算夜里拿棍子赶我走，我都不走。秦明啊，我们现在就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海州剧院正式录取了。具体事宜人事科会通知你的。还有啊，昨天我的话你没有听完，你就气呼呼的跑了。在表演上，你是优秀的，但是你还需要踏踏实实继续努力才行。谢谢丁老师，谢谢王院，梦妮，谢谢你。老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谢谢老师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啊，你可得请我吃饭，而且得是大餐。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说话确实过分了。好了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，就你这脾气啊。再说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妮子，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被录取了？我现在不仅有工作，而且我的好朋友也没有离开我。我觉着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。美了吧？海州剧院只有1个名额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是万里挑一的人。万里挑一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。媳妇儿，老家的事儿怎么办？老公，要不我们这么办？你一个人回老家，当你特牛的主持人，我呢，就灰头土脸的当我的话剧演员。以后我俩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了哦。你将是21世纪最值钱的主播，我呢，也就只能算我那2壶醋鸡。你别呀！我刚才那不都是安慰你吗？那老公，你乖乖听我话啊！不，你再说我就给你个失恋的机会。哎，妈，冰冰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当演员啦！真的。
快点！馆长，刚那条可以吗？还行吧。刘明，我觉得你现在心态有问题。传基，下一场他的词儿都给付完了啊。刘一鸣，你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坐在旁边，好好学习别人是怎么演戏的。你是戏剧学院毕业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些毕业生怎么都这素质。导演，您可以骂我，但是不可以侮辱我母校。好，那我希望你能替他争光，因为那也是我的母校。刘一鸣，我觉得你现在太刻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你能把你过去的所学所知通通都抛开。至于你的尊严，如果你的心里一直是站着的，你身体趴得再低，有用吗？来，摄影，谢谢布娜哈。刘一鸣，知道吗？其实有时候那些镜头未必带得到你。那又怎么样？不管是近景、远景，还是特写，还是拉关系给别人搭死，我都会认真对待，因为我是个专业演员。哎，兄弟，咱们下面这场戏，我想了一下，咱稍微动一下，特别有意思。哎，那我跟你说，刘一鸣，我们显赫为了在镜头前表现出最好的状态，所以他化妆的时候需要闭目养神。我现在跟我兄弟就是在聊工作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什么没事啊？你这2天都是重场戏。接着。喂，哪位？刘总啊？哎，刘总，刘总，是。原本不是就说你去了知州府，被知州大人给骂了，回来之后心情特别不爽。这时候富贵呢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茶过来，老爷您喝茶。这老爷喝茶给烫着了，二话没说，砰一下就砸他头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哎，对，这地儿他不说那个，后来说御史大人到。李老师啊，我查了一下，在那个朝代负责监察的不叫御史，叫通判。到时候咱们改一下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老爷呢，非常生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府内，在府内来回踱步。这时候富贵呢不识好歹，端着一碗茶过来，老爷，您的茶。老爷呢心里边不爽，但他没说出来。他把茶咕咚咕咚一碗茶全喝进去了，突然转头一碗茶全吐我脸上，然后再加一句：“你一个狗奴才！”怎么样？这比原来那好。还有，我给自己加了一个特别贱的一句话。老爷，您吐得好啊！您这一口茶，奴才我3天不洗。嗨，你们这么闹完了，那我这个御史怎么出场啊？我看这事还是和导演说一下。李老师说的对，刘一鸣啊，关于戏的问题，你要先去找导演，导演 OK 了，你再回来和我们商量，行，对不对，李老师？对，我现在跟导演说。对了，姐姐，你帮我呢，给我兄弟再画的稍微年轻一点，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年龄感一定要突出来，我要别的成熟。啊，还有那个，记得帮我带那胡子。当自己是谁呢？这演有病吧？有毛病这人。显赫，我跟你说啊，联系了广告，晚上和饶总吃个饭。之和季之和为主题的日本馆，展出了许多日本在应对全球变暖、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研发的最新技术。安吉鲁告诉他们，放弃超声波的设想。秦明能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啊，真是幸福。
他对我也挺好的。好不到把到手的工作都转让出去吧？一般人真做不到你这样。我是怕他误会我。再说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呢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这个谁都不能说，尤其是刘一鸣。猜就是他。好，你说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。一毕业呢，我就去北京。那你爸怎么办啊？他好了。好了？啊，他说他之前都是因为舍不得我，所以啊才故意跟我对着干。现在都好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。爸。哎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呀，爸，你红椒猪蹄儿怎么成黑胡椒猪蹄儿了？爸，不高兴啦？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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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。好啦，我决定了，在你找到后老伴之前，先给你找个不前不后的阿姨。有阿姨是不前不后的。当然有啊，我自己发明的新词儿。爸，你快闻闻，快闻闻，这一股胡椒味儿。快洗洗澡去，我来，我来。没有呀，我来，我来。快去吧。啊！等你洗完澡，我就做了香喷喷的饭给你吃了。来，妮子，我俩这得干了啊！为什么？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敬我最最好的朋友妮子。那我这一杯呢，也祝我最最好的朋友冰冰在话剧舞台上光彩照人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我觉得得有人作陪吧啊！我不陪。什么世道啊！女人喝酒，男人醉，不陪。喝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，对了，妮子，你到底去不去北京啊？这个呀，这个得暂时保密。你跟我还保密啊？都说了保密嘛。那你想想啊，你说这人生吧，就像一场戏，边走边看才行啊。剧透多没意思啊！哎，谁都没意思啊！剧透。妮儿，冰的意思呢是怕你后边没有安排好，他放心不下，是吧？还是观海了解我。来吧，希望妮子能够去北京，他爸再也不用他操心了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，干杯！上了。马兄如此美意，想来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哎，知府大人客气，小的能有今天，那还不是一直知府大人暗中照应着。我们来，好就试一条吧。好，来，我们试一条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，来，准备试一条。好。这大半夜的还在俊美有屏上趴着。3、2、1，今儿有你的戏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？大人，我过来学习。小小薄礼不成敬，大人就收下了。我来帮小何把戏。让马兄破费了。哎，知府大人，你看我干嘛？小的能有今天，那还不都是？我这次这个角色那是小何帮我争取来的，别人我可以不管，算得了什么？但是我兄弟，我一定要管。大学的时候你怎么没帮我呢，刘老师？来，我们准备示范。3、你不是转幕后了吗？再说你没天赋。谁没天赋啊？来了，哎，真的，小贺，别忘记刚才导演改的词儿啊！啊，记住，细节完美的才是优雅的啊！哎呦，行了，知道了。行了，我们俩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跟李老师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好。再见。怎么样了，刘？
我觉得刚才挺棒的，但是呢，你对待知府，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恭敬。他虽然是知府，但是这官是你给买的，他是你一直养的。其实从你内心来说呢，你们俩是平等的。虽然你要捧着他说话，但是官商勾结，知道吗？谁输钱谁是大爷。好，懂了。好嘞，行，加油啊！好，好了，导演。好。好，来，准备。好，来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呀，来，知府大人，哎，这个您得收下。你这是什么？小小一点薄礼不成敬意。这个大人日常之间那么照顾在下，在下给您大人一点回敬，不是应该的。呀，马兄，这可让你破费了啊！哎，不破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请。好。好看，过来。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哥，叫放饭。来也不说一声。那个陆导，叫放饭吧。干嘛呀？谁招你了又？来放饭了。你过来。大伙儿都抓紧了啊！想戏呢？来，随便聊2句。我走时候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吧？什么呀，李克？你在现场演你的戏，你跟他刘一鸣扯什么呀？他在现场还给你说戏，他是导演啊，他有什么权利啊？哎呀，金哥，我们是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这样，就是为了戏好，他就好心。好什么心好心？他的好心是借腕扬腕，他的好心呢是处处显得比你高明。我这离开剧组2天，再一回来，听见所有人都在议论：哎呀，这刘一鸣比苏显赫厉害，就是机会不好。要是有机会呀，那比苏显赫腕儿大。这话谁说的？所有的场工助理们都在议论，而人家还说了，苏显赫整个也不会演戏。嗨，要这些人都那么懂戏的话，还要演员干嘛呀？你甭管人家懂不懂啊，要不是你给刘一鸣表现机会，人家能这么说吗？他能有机会抱导演的马腿吗？又是递茶又是送饭啊！显赫，你知不知道，当时我为什么让你去向导演提议，让刘一鸣演一奴才而不是武官？你不就是说他锐气太重了，杀了他锐气吗？你可真是单纯的可爱。我是怕他演武官那个角色。那有什么可怕的？那武官就20多场戏。可是武官形象好啊，而且一场是一场，不是大段的对白就是大段的打斗，还是你戏里霸占那个女孩的恋人，这种角色多有光彩呀！你想想你当时是怎么火的？你当时那角色和这个武官戏份差不多，还不就是因为你比男主角啊形象好、帅，又是女主角的梦中情人，一出场咵咵咵没几个镜头，秒杀了多少少女的目光啊！你说这样的角色，我能让他刘一鸣去演吗？你以为他是个省油的灯啊？他是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。觉得可能没你想那么坏，哥。哎呦，我说你苏显赫，你就傻吧你！他要是真想帮你，他为什么不去你房间私下和你聊戏呀？他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就是要拿你在现场下菜，他就是要给所有人看看，尤其是给导演看看他自己有多能耐。我告诉你，显赫，他刘一鸣心里压根就没瞧得上你。你还记得上一次吃饭他怎么说的？哎呦，你等会儿，他走了狗屎运呐！你演戏，整个一呆若木鸡呀！你听听，这些话我都受不了，难道你忘了啊？要不就是你自己心里承认，压根就不如他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哥。你知道就好，免得以后他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人家点钱呢。你和志恒不是跟那个家政公司都说好了吗？干嘛非要我跑这一趟？啊？你当然要去看了，是你找阿姨，那必须要找个顺眼的呀。你这个说的好像是啊，帮你找后妈，帮我找后老伴，不就是找个小时工吗？这所有更要去看看了。要是这2天定下来，别人就可以上班了。我走之前也好有个交接嘛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还有时间换。哎呦，我们家能有多复杂吗？不就打扫卫生，煮2顿饭，这个小时工只要爱干净，人品好，话不多。你看，要求不是还挺多的吗？谢谢。来，过来。
显赫，苏老师，来。戏有点过，用不着这儿。没，我是想在生活当中啊，找一找对你这种鞍前马后的感觉。谢了，用不着，我有助理呢。没事儿啊，兄弟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主子，我是你的奴才，啊。哎，刘一鸣，显赫有自己的助理，你要是把这些活都干了，那他们俩不失业？不会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呀，今天你们两个就休息，你们家少爷我来伺候啊，吃饭。老刘，要我说你也别伺候一天了，你应该一直来，不找感觉吗？那你要一直来呢，我要他俩也没有用了。我现在就让他俩滚蛋，为你的戏着想，好吧？我现在让他俩走人，我把他俩开了。不为戏着想吗？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哎，刘一鸣，哎，收工回家之后换房啊，来个特约，房不够了。不是，怎么又换房间啊？对呀，换哪房间啊404。你不是4人间吗？对呀，你本来就应该住4人间。再说了，导演不让你找感觉的吗？显赫，吃饭。不吃了，饭不好吃。生什么气呀？啊，这饭还得吃啊。阿姨那边是厨房，然后这边是客厅。我爸呀吃早饭、看电视什么的都在这边。花儿每天都得给它浇水。哦，好的。鱼缸里的水就不用天天换了，1个星期换1次就行。好的。阿姨，我爸他喜欢安静，干活的时候尽量轻一点，要吵到了他嫌烦。好。楼上是卧室，今天就不带你上去看了。好的。然后这边的家具什么的也不用每天都擦，隔2、3天抹一下就行。好的。最主要的就是过2天我不就去北京了吗？家里就剩下你跟我爸2个人吃饭。他呢吃饭口味比较重，但不都说老年人吃多了盐不好吗？你就适量的给他少放点，让他适应适应。还有少荤多素。好的。小姐你放心，老爷子那边我一定给你照顾好。谢谢阿姨。阿姨不用叫我小姐，你就叫我梦妮或妮妮就行。行，好的。钱不够了你就问我爸要，不过你得拿个小本记一下。那今天就这样，阿姨你去买菜，然后回来做饭，有什么事儿告诉我。好的。这是钱。好，那谢谢阿姨了。不客气，那我就去了哈。行，我爸就拜托您了。行，好，那我去了啊。爸，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，你有安排的多好。那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就去订机票了。我打算呢，毕业典礼一结束我就去。都行，都行。爸，你要是想我的话，我就随时飞回来看你。但是机票带你报销。好，我报销。那我去订机票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要去订机票的吗？现在都在网上订了。那个刘一鸣，他知道你要去北京吗？我还没告诉他呢，我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干嘛呢？在这偷懒儿？真睡着了？喂，开工了！什么情况啊你？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找感觉找大了。3天换了2个房间，房间里边不是不睡觉，就是抽烟喝酒，就是打呼噜。导演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我也。行了，刘一鸣啊，给你降一个大任，刘一鸣，来。导演。来，大家都坐啊！我给大家讲这场戏啊。这场戏啊，富贵的表现力很重要啊。富贵，你平时在外面呢是一个鱼肉百姓、欺压邻里的这么一个人，然后这些事情呢被告到知州大人那儿，知州大人来找你们家老爷。那么你平时是一个特别善于察言观色、特别聪明的一个人，那么这场戏怎么去表现你的聪明呢？那我觉得啊，可能是知州大人这刚说了一半，话还没说完，你啪就跪下了。
然后大嘴巴开始抽自己。这主子不叫停，你不能停下来。刘一鸣，你已经看了半天别人演戏了，我不知道你悟到什么没有。这场戏呢，我给个机会给你，希望你演完以后，能让大家重新觉得你是个专业的演员。对，我觉得我不需要用这场戏来证明我是个专业演员，我就是。还有啊，从富贵的人物个性来讲，我觉得他犯了错误回来之后，不可能自己抽自己的大嘴巴，应该是他们家少爷过来拿棒子往死里打。是你自个儿想的？这是显赫的主意，关导。昨天收工以后，显赫就去找刘一鸣商量这场戏的改动。当然了，他怕别人说他抢了奴才的戏，所以事先也没跟您沟通。是不是显赫？啊，嗨，这种事儿刘一鸣不提出来，我哪好意思说呀？是不是？啊，对了，关导，显赫还说哈，最好是那个老爷啊，他顺手拿起身边仆人手里挑灯笼那棍子，这样打起来会比较好看。您说呢？好，挺好的啊，这样大家都有设计，这场戏一出来马上就有张力了，好吧？那行，就这样啊，准备一下。好，哎，导演，那个替身还有假棍子，咱们得提前准备好，因为这个戏还是有一定危险的，是吧？嗨，放心吧。导演，我不需要替身，咱们来真的玩，好好演。导演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你跟我指挥。我把剧本收了。刚才刘一鸣的提议啊，特别好，这样就打起来特别真实，好看。这戏怎么拍出来好看，我自己知道。当然，当然。哥，咱们这样有点过了吧？显赫，善良有时候是好的，但有时候就会显得像白痴。你是不是还想让他骑到你脖子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今天跪到院子里被挨打的人就是你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刘一鸣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人苏显赫说了能用替身，你逞什么能啊？你能不能不那么单纯？做演员也该纯粹一点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是为了角色，为了这个剧本着想。我是个专业演员。